228个菜鸭。台湾人起痟啊，自来一群菜鸭，一支竹篙赶过田花，赶过溪埔，赶过庄。台湾尾赶到台湾头，赶鸭人简单一支竹篙，简单一支竹篙。荷兰制、中国制、阿鲁米也是纸糊的，鸭卵捡袂了。227的庆声，照讲是鸭听雷公，哪知影鸭起青狂，菜鸭煞起翻，装过田沟。装过庄头，装去张挂公司门口。一时竹篙车啊失效，赶鸭人倒伫涂骹加吼。菜鸭万批7月半也未到，毋知4月煞起痟。菜刀对竹篙，卡锣拼大炮。